籌嘅，咁啊其他抑鬱症嘅問題問唔問得？當然可以啦，甚至乎我哋咧成日提到嘅焦慮啊，又或者恐懼啊，我哋啱啱講過嘅強迫症，唔係話生完 BB 之後咧，即係純粹一個大男人咁啊，覺得自己哎呀成日都重複動作，甚至乎咧重複思想，令到自己生活咧有一啲嘅影響咧，都可以打嚟呢一個電話熱線就係1834204先作登記啦。咁當然啦，即係頭先林醫生提到啦，即係可能有呢個強迫嘅情緒出現啦，又或者有呢一個產後抑鬱症，成日提到呢一樣嘢，都有啲唔同嘅病徵啦。咁我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話有一個年輕嘅媽媽，當然都係咧即係啱啱第一次做媽媽啦，咁就唔係有好多準備之下咧，即係冇話去上好多堂啊，又或者係即係識好多嘢啊，或者媽咪啊或者奶奶啊身邊有人咧教佢好多之下咧，咁就生咗 BB 出嚟啦。咁就好似咧即係突然之間生命有好大嘅改變，唔識得去應對啦。咁跟住佢咧腦裏邊就反覆咁樣出現咧傷害 BB 嘅情景，可能幫佢沖涼又驚跣手 BB 會跌倒啊，又或者幫佢換片又驚佢碌落床啊，等等等等。總之就覺得自己掂到 BB 咧就會傷害到佢啦。咁跟住咧就搞到自己完全唔敢掂個 BB，咁就咧即係唯有等家人去幫手咧照顧個新生嬰兒咁樣樣啦。咁譬如呢啲情況會唔會就歸咎於佢唔夠準備啦，佢太年輕啦，定係都未必嘅？可能有陣時萬事俱備，明明好開心，生完之後就唔知點解我哋好似話插錯掣啦，又或者駁錯線啊，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係嗱，如果你話呢一個嘅係即係第一次為人父母嘅係媽媽啦，即係佢唔係好懂得去到去照顧小朋友咧，係唔出奇嘅，因為始終你係以前你聽人講嘅啫，你睇即係影碟嘅啫，你喺醫院裏邊嗰啲嘅護士係教你去點樣去到照顧 BB 嘅啫，你真係自己落手落腳去到去照顧一個嘅咁細個嘅即係 BB 初生嘅 BB 嘅時候咧，係有陣時你係真係唔懂係唔出奇嘅，只不過咧通常我會見到一個現象，如果本身嗰個婦女佢係冇一個嘅抑鬱症，即係冇一個情緒嘅毛病嘅話咧，佢好樂意去學嘅。佢覺得學咗可以能夠去到始終係自己最愛錫嘅寶貝咧，可以用愛心地去學咧，好快學識嘅，都容易學到嘅。同埋學咗之後咧，自己開心，同埋即係佢能夠照顧到個 BB 咧，佢係開心有笑容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啲患咗一個產後抑鬱症嘅婦女咧，就唔係啦。佢基本上咧就係咧，佢可能係唔敢去學。甚至乎佢未學先覺得咧，自己我照顧唔到噶啦，我好驚噶啦，我唔可以即係傷害到佢嘅，甚至乎啲內疚感嘅。佢可能有啲我之前見過病人話俾我聽，佢話見到個 BB 而家咁細個，只不過係得個20天30天，我幾時先至可以將佢湊到佢去到去15歲啊、16歲啊，可以長大成人呢？呢個路程係咁長遠，我點樣作為個媽媽，我點可以去即係照顧到佢呢？嗰個有時嗰個內疚感咧就好重嘅，對住自責話自己我做唔到噶啦，我大個點教佢咧？我點可以令到佢可以係讀間好嘅學校啊？能夠即係可以係即係將來可以係好健康咁成長咧？佢會好多擔心嘅情況。咁呢個正正就係一啲嘅本身佢個婦女即係嗰個嘅媽媽嘅情緒嘅問題。令到好多啲係負面嘅思想，引致咗一啲咁樣嘅情況出嚟。咁呢個就係啲病徵嚟嘅。明白。咁當然啦，你咁講嘅時候，我都諗起真係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講緊就係譬如呢一個年輕媽媽，就算佢之前冇太多嘅準備，但係咧即係事後如果佢唔係有情緒問題嘅話，佢都會肯嗰陣時先學到之後會開心嘅咁樣樣。咁又或者即係可能如果真係咧，即係有一啲嘅我都聽過有啲身邊咧有啲準媽媽嘅朋友啦，咁可能咧即係身邊有一啲嘅其他朋友同佢講啦，你生完之後先至係辛苦嘅開始啊，咁樣樣，跟住個媽媽都會即係有理冇理咁樣就話，你唔知我自己中間有幾開心啫，咁樣我都得個人理你咁樣呢一個同我咁講，俾咁多負擔我，即係個諗法係點樣樣，或者反映出嚟係點樣樣，同佢嗰個情緒狀態都好大關係。辛苦唔出奇，始終即係大家明白初生嬰兒啦，你可能夜晚要餵奶啦，要起身啦。可能佢又會係即係又要幫佢掃風啊，或者係嘔奶，你辛苦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咧就通常嚟講，真係一啲嘅係媽媽咧，覺得呢啲咧係開心嘅事嘅，見到個 BB 慢慢逐天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即係7天6天有啲唔同嘅咯喎，咁8天同7天有啲唔同嘅時候咧，自己都會開心，又可以同佢有時影下相啊，好多呢啲咁樣嘅事導致一個人開心嘅。咁但係就如果真係患咗啲嘅產抑鬱症嘅媽媽咧，可能嘅情況嚟講就係完全唔同啦。基本上佢會覺得咧，就咁淨係望住個 BB 咧，已經係有個愁眉苦臉嗰個感覺出嚟㗎啦。明白。咁就當然啦，電話熱線1834204，如果你對今日
咧陳心怡同埋我哋嘅精神科專科醫生林宗健醫生講到關於產後抑鬱症咧有問題想問，又或者其他情緒健康嘅問題，頭先都講過啦，無論抑鬱啊、焦慮啊、恐懼啊，自己本身有強迫症，甚至乎已經係食緊藥，但係覺得啲藥物咧令到自己有唔同嘅反應出現，想問下林醫生意見，咁都可以打嚟1834204先作登記。熱線電話1834104。現時氣溫係16度，相對濕度77%。我係香港交通安全隊宣傳長官謝雪心。坐車時如果冇攬安全帶，有可能入獄3個月同罰款5000蚊。我哋點樣感覺天主嘅臨在？天主教信仰對我嘅生命又有乜嘢意義？逢星期1至5夜晚11點新聞後，留意新城財經台1月份內金錢以外，韓大輝總主教和你談天說愛。喺教廷服務嘅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向廣大市民傳揚天主嘅福音。金錢以外由活水基金贊助。想將你今年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界作出嘅貢獻同努力發揚光大。2012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而家開始接受報名啦，詳情請登入 www.hkictawards.hk 指定電台新城電台。頭痕多頭皮仲係咁甩頭髮，唔通要剃光個頭？留意逢星期六下晝5至6，從頭出發，劉婉芬同張心中醫師會從中醫角度教你解決頭髮、頭部皮膚問題，送上護髮貼士。從頭出發，由法生社中醫藥護髮中心帶俾你。農曆新年就到啦，長者安居協會祝各位長者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出門拜年，記住帶埋平安手機，一齊平安啊！仲未出機，快啲打23388312問下啦！而家申請仲送你200蚊崇光購物禮券，用嚟辦年貨就啱晒啦！龍年生意蒸蒸日上，農曆新年就到啦，想向你嘅尊貴客戶送上祝福，新城財經台幫你傳遞心意，華南地區聽眾同全球網上用戶都隨時隨地聽得到，包全部製作費只需14800起，廣告銷售及查詢熱線36988848。